我从小到在嘉义出生，我在高雄长大，所以台语对我来说是最多情感跟写意的这个语言。做台语歌会让我觉得我可以回归到最原始的那个自己，然后去把以前的养分拿出来用。我觉得那个养分是现在在当时我觉得比较少人愿意拿出来这样子写歌的，所以应该是找到一个自己的归属吧。那你说最影响我的歌曲，应该我觉得所有在南部的会讲台语的年轻人，应该都是被向前行影响。他让我对台北对于打拼，然后有了一个目标，有了一个希望，所以那时候2000年的时候才会一毕业，高中毕业就跑到台北去找工作。在邦奈龙博郎的歌曲里面，其实有一点点感伤，因为我们都知道，90年代、80年代台湾是台湾精英卡棒，所有人到台北去都是打拼，然后有一个很好的理想。可是2000年之后音乐产业也渐渐下降，然后台湾的环境也不像之前这么蓬勃，所以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尤其在音乐产业，会觉得这么多人都离开台湾跑到大陆去了，当下有一种绝望的感觉。那《向前行》这首歌又是当时陪我上台北的这首歌，所以我把它写到歌词里面，用一个比较感伤的方式去诠释它。那听到《向前行》，就想起故乡啊。若想着向前行，就想起故乡啊。不知当时才会出头天，因为台北拢全人。我对创作比较土法炼钢一点，我没有办法很感性，可能我自己记性不好吧。有些人可以以前所经历过的事情，哇，他只要形容起来都好像历历在目这样。我其实记性没有很好，我每一次只要回想东西，都会那个资料库抓得有点慢，所以我只要想创作的话，我会让自己在一个一直 input 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创作 input 跟 output 很重要。我会每天坐在那个电脑前面，坐在我的那个工作室里面，大概持续2-3个月的时间，一直在吸收我想吸收的音乐。像我喜欢乡村，我喜欢民谣，我喜欢摇滚跟 R&B 跟灵魂乐，我就会一直听那一方面的音乐。然后对于台语的一些文字啊，我会吸收一些，像民谣歌谢明佑老师，然后像伍佰老师，像还有很多台语创作，甚至到台湾民谣以前邓宇璇时代的那些作品，去吸收那些文字。所以我需要一个2到3个月的时间，让我 input， 然后上这个轨道。上了轨道之后，通常会很自然而然的就会生出东西，开车的时候也可以生，然后洗澡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些旋律，然后吉他早上拿起来随便拨拨，好像就有一些东西可以丢出来。所以我非常需要前面这一段，我称为上轨道的这个过程。台语歌创作最难的地方，我觉得除了音乐性以外，就是文体的部分，文字的文体，台语的文学。我们可以去成品看到1到10名，全部都是华语文学、翻译文学，不管是英文还是日文的，但我们看不到任何一本是讲台语文学的创作。那在这方面的我们的吸收就会相对的减少很多，一般人没有办法从台语的文字去享受它的美跟它的故事。那我们创作的人也很难去找到一个新的文体写法，所以才会让大家觉得哇，台语好像是传统的，然后我们现在只要离开一点传统就称为新台语，但什么叫做新，什么叫做旧，好像又不是分得这么清楚。有些人承先启后，你也不能说它新，也不能说它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去多听现在台语创作的人，不管是我刚刚说的伍佰老师，还是民谣歌，或者是像张三李四也很认真在创作台语，然后像 Trash 乐团也有写台语歌，像卢广仲也都开始写台语歌，各式各样写台语歌的人，不管是老的、传统的，然后或者是新的、年轻的，去找到适合你说话的文体。有些可能很多文学成分，有些可能很口语，有些可能要针对社会事件去写。所以在这方面，写台语歌的人要多花心思去研究这一块，然后再结合你的音乐，这样的台语的这个价值跟它的分量就会更重。